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家人分署台南就业中心，伫咧1月9号到20号，规划6场竞赛活动，产业涵盖制造业、服务业、餐饮业、客运业、量贩业、旅宿业、土木工程业等，总共34间公司抢请这块需求。在农历年前，让找工作的朋友们办年货、找工作过好年。台南就业中心在1月份办理6场次的现场征才，邀请制造业、餐饮业、物流业等34家优质厂商，提供1000个以上的工作机会。其中，餐饮业更开出8万元高薪招聘店长，物流业也开出7万5千元招聘宅配司机。找工作的朋友们，请务必把握年前的面试机会哦。台南就业中心1月份的第一场竞赛活动，即将伫咧1月9日下晡2点开始，地点伫咧宁德区公所。接下来其他场次是为1月16号到20号，伫台南罗岗娱乐中心后边的广场。另外，为了方便无法度来到现场求职的朋友，台南就业中心表示，为即麦开始到19日，有提供线顶面试机会，欢迎民众多加利用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